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百姓因约书亚讲，阮要服侍耶和华，阮的上帝，听叹伊的话。阿们，愿上帝祝福伊的话，甲听伊话的人。咱今仔真欢喜，会当伫主日的早起，会当三甲来做礼拜。上时咱伫教会内面，因为咱有一段时间无法度来做主日的礼拜，所以有真侪人。有望讲，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咱会当顺利来做礼拜。所以感谢上帝，互咱的台湾会当有真平安的时。所以咱最近也有看到伫电视的内面，咱有即个确诊的即个人数已经有即个减少。所以上帝帮助咱，但愿咱会当继续来为咱的国家、为咱的社会来祈祷，互咱。兄弟姊妹会当平安来到上帝面头前来敬拜上帝，上时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无因为遮个业早，互咱甲上帝的关系煞来隔离，所以望上帝帮咱，互咱真实来行伫上帝的路的内面。咱今仔日的讲道的题目是上帝是阮兜的主，我相信真侪人伫厝内面有真侪人会客厅的内面。拢会放即个牌仔伫伊的厝内，望上帝来真正来做咱厝内的主。上时伫开始的时，牧师也来甲大家来分享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也是讲一个笑话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来看见咱的家庭的一个重要，甲一个要安怎来甲咱的厝内的人来相交，来有一个好的关系。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结婚了后伊。真勤俭，伊也真顾着伊家己的厝内的即个经济情形，所以伊拢真勤俭，伊真侪即个物件伊拢毋甘撒去拆角，拢会当来好好来控制，互伊会当尽量无去害去。有时间伊倒来到厝里的时，伊问伊的太太讲，咱放伫门床骹，我迄香菇的皮是走去倒位？迄个伊太太就讲，我已经甲迄香皮撒去拆角咯。即个查某囡仔伊就甲伊的太太讲：你哪会使安尼穿？即双皮的抑阁会使穿，即双虽讲是老总是伊抑阁会使穿一个。咱做人就毋通安尼浪费，咱就爱好好来珍惜遮个资源。安尼你甲我讲，迄双鞋伫倒位，我阁甲捡转来。结果伊的太太甲讲：你毋免去捡咯，因为内面的钱我已经摕出来咯。所以望上帝帮助咱，其实有真侪人伊会藏伊的私家钱，欠债是藏伫即个咱较无注意的所在。总是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讲，要安怎来经营咱的家庭。其实经济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即个经济顶面，伫钱的运用的顶面，会当有智慧。前几工我有接到即张图是互我真感觉真感动的一张图。虽讲即个车是真坏的车但是伊讲即个车啥物？伊讲即个车甲咱讲，人生毋管有偌惨，嘛是爱来加油。所以望上帝帮咱，欠债咱有真侪代志，咱无法度通去处理，欠债真侪事，咱无法度通去了解。欠债有当时咱人生真惨，总是嘛是爱加油。这是咱会当为即张图来去学习的。所以望上帝帮助咱，虽讲真行，人生真惨，总是咱犹原是爱加油。望上帝帮咱。当然，咱伫即个疫情的内面，咱着思考咱要安怎来用即个时间。来处理甲面对咱所遇到遮个事，上帝帮助咱，无因为咱有真好的即个社会环境，互咱有即个国家有即个真好的即个领袖来引传甲卫生的即个部长因的遮个处理，互咱会当来真安全。总是上帝帮助咱，咱犹原爱有智慧，通好知伫即个患难中，伫苦难的内面，咱要安怎来去面对遮个事。所以才有5项代志，咱会当来思考。头一项，爱有好的对象，毋通失去心内的平静甲平安。虽然咱时常有真侪真惊真即个丧互咱无法度通去稳定，总是上帝帮咱，互咱的内面有耶稣伫咱的内面，互咱的心无摇煞。所以有当时逐工若看到即个数额人，迄个确诊的数额是有当时人的心会浮动，感觉讲是毋是佫有佫加着人还是讲。有人佫染着病，总是上帝帮助咱，毋是互即个心情来影响咱的心，互咱的心有平静。
第二项，咱有缘会使来另外较我来变换咱的即个信仰的即个方式。有当时啊，咱虽讲无法度来摕来做礼拜，总是咱会当伫网络的顶面、伫电脑的头前，咱有缘尽心尽力来伫遐来敬拜上帝。相时，咱来关心一寡人的需要，伫教会内面，伫一寡人因有需要的时，咱会当搁较侪时间为着因来代祷。所以上帝帮助咱有缘会当用伫网络顶面来敬拜、来代祷、关心、交流，甲来查经、来寻求上帝的话。所以千万毋通因为这疫情，所以变做咱煞办断去。第三项，一个真重要就是，有当时啊，人会怪罪真侪代志，包括比如讲啊，这疫情发生是因为啥物人，还是啥物款的民族、啥物款的国家，因所发生的这个罪，总是这是毋好的一个摕这个物件。所以，望上帝帮助咱，毋是去指责别人的毋对，也是讲去认为讲这是上帝的审判。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互人早来的是望，毋是咒诅，毋是互人感觉讲是真惊的代志。望上帝帮助咱，也相信咱会当为着这个疫情来学习，要安怎来帮助有需要的人。现在有真侪人会知影讲，即马咱的喙暗会使有真侪会当来买，会当来寄出去国外。总是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来学习，会当来真实来知影讲，我需要的我教育用就好，毋通去抢人的物件，还是贪心去摕人的物件。最后一件，咱就爱来学习，咱的目睭就爱定伫咱的上帝，并且会当趁着这个机会来传福音互众人。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众人伫行行的时，咱有缘会当信心来坚固。所以路哪乌，上帝的手来带咱哪按哈。所以望上帝帮助咱，无因为这个环境的变换，上帝来帮助咱，互咱伫拢所行一切路顶路任，上帝拢来保护咱。这是上帝互咱的应允。咱毋是家己去找试探，总是上帝互咱会通知影，伫咱所行一切路任，上帝拢来帮助咱。当然。咱伫家庭内面需要来做一个真好的这个预防，就是咱会当伫家庭的内面，咱会当来做一个真好的防疫的这个抗战的堡垒啦哈。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转来到厝里，毋通去外口去染着病了，影响着咱的家庭。所以伫这个疫情的时，互咱会当时常会当知影，伫厝内虽然是较无自由。总是为着安全，为着家庭，咱就爱来安尼来谨慎，互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知影要怎样来帮助咱的这个兄弟姊妹，咱家己拢会当得到平安。所以对着今仔，咱要来看圣经牧师有一个望哈，因为咱的5月有这个母亲节，8月时有这个老爸的节日。所以，咱对今年开始，咱会当伫5月时、甲8月时，咱有一个家庭月的这个讲道的这个内容，互咱会当伫讲道的内面，咱去注意到咱的厝内要安怎来去服侍上帝，咱要安怎伫信仰带转来到咱的厝里。所以伫今仔日，咱所看到的圣经的时，咱看到这个约书亚。我想大家伫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咱真看到的拢是约书亚成功的部分。约书亚是一个伫事业内面真成功的人，总是上帝帮助伊，互伊伫年老的时，伊有缘会当来平静平安。所以伫这个圣经内面，伫约书亚记第13章第1节的时，伊就写到安尼讲耶和华已经互以色列人安静，无甲四围一切对敌来交战。已经历过侪日，约书亚也会受侪年老，所以这个约书亚已经拼到伊年老的时，伊来摕到这个迦南地这个所在，引带以色列人入到这个迦南地，所以伫事业的内面，伊是成功的。总是有真侪人会安尼讲，事业的成功无法度来去代替家庭的失败。总是约书亚毋是干那伫事业内面有成功。伊伫伊的家庭嘛是真会当有一个成功的这个真好的这个模样，所以咱就看伫咱时常伫圣经的内面，也是讲咱真爱一句金句，讲到即句话，咱来看伫第15节的所在，
咱即句话，咱做伙来读即段话，咱做伙来读即段圣经，咱做伙读来。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约书亚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所以咱有当时啊是看到约书亚的成功，伊伫事业的成功，总是咱无去注意到讲约书亚伫伊的家庭的内面，伊犹原是一个成功的。所以伫即个内面，伊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要来服侍耶和华。有的人添菜，包括有无真侪牧师，拢伫伊的事工，也是伫伊的服侍顶面，真请赢真好。总是论到伫伊家己的家庭的事，有当时也是无成功，甚至是失败的。所以上帝帮助咱，事业的成功无法度来代替即个家庭的失败。所以约书亚毋是干那顾着伊的事业来成功，伊犹原来顾着伊的家庭。所以伊会当伫即15节的所在，伊讲论到我甲我的家，阮决断要服侍耶和华。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读即段圣经的时，欠彩是。约书亚伊伫年老的时，伊讲的一段话，总是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约书亚讲即段话，毋是干那来教示以色列百姓，伊犹原用即段话来成做伊的家庭的一个方向，甲一个引出的目标。所以咱伫今仔日来看即个圣经的内面，伊安尼写，伊对着遮个百姓安尼来讲。约书亚记23章。第6节到第7节的所在，约书亚记23章第6节到第7节的所在，咱做来读一段圣经来。所以忍着大大重担，即手来行摩西律法的册，一切所记载的，毋通离开伊来偏左偏右。伫恁中间所存遐的国，恁毋通甲因参差，恁通提起遐上帝的名，毋通互人指责来咒诅，也毋通服侍伊，毋通跪拜伊。这是伫圣经的内面，约书亚记23章第6节到第7节的所在，伫圣经的内面安尼来启示。所以约书亚毋是干那来教示遮个以色列人，因着爱来行上帝的路，爱来行上帝的话，爱来听上帝的话。相信伊也是用安尼来教示伊的家庭，伊的家庭的厝内的囡仔，伊厝内所有的人，用安尼来教示。所以有真侪人欠彩会感觉讲，接受上帝的话，也是来信仰，是因为咱着爱来接受上帝的话，互上帝来欢喜。总是伫咱的信仰的内面，并毋是安尼。即个Tim 凯勒即个牧师伊安尼讲，伊讲。一般的宗教是，我着遵守即个教条，所以我才会得到上帝的感纳。其实，伫咱的信仰内面，并毋是安尼。咱的信仰是爱变过来，是啥物款的情形？咱的信仰是因为咱得到上帝接纳，所以咱着顺从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因为咱做好代志，也是讲做即个接受上帝的话，所以互上帝来接纳咱，是因为上帝已经接纳咱，所以咱着来顺从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已经接纳以色列人，互因成做上帝的百姓甲囝儿。咱就毋通认为讲是因为因来接受上帝的话，所以因才会得到上帝的欢喜。其实，咱就爱来变过来看讲，是因为咱得到接纳，所以咱就爱顺从上帝的话。亲爱兄弟姊妹，读圣经毋是互咱一个压力，毋是互咱一个教条，互咱会当来，敢若像咱爱遵守遮个物件，至到一个压力的事，互咱会感觉着讲咱着遵守安尼，上帝才会欢喜。其实上帝已经接纳咱，上帝已经来接纳咱来做伊的囝儿，咱着爱有即个好的模样来活出来，互真侪人会当来看见，咱是属于上帝的人。所以千万毋通偏差去，讲咱着爱去接受这律法，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咱毋是靠着律法来成做义，来成做圣，咱是因为信靠上帝。知影上帝互咱的恩典，至到咱着来顺从上帝的话。所以伫即个内面，伫23节的所在，今仔圣经23节的所在，约书亚伊就甲遮个百姓安尼讲。咱做来读即段圣经23节的所在，咱做读来。约书亚讲：恁担着拄起恁中间所有外邦的上帝，互恁专心归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
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检测有人真无注意到讲家庭的重要，其实家庭的内面有真好的这个教育的时，咱的社会就会因为安尼来得到平顺甲平安。我记得我有一届甲牧师娘去一间食牛排的这个所在，迄个食牛排的所在，因是这个人讲吃到饱啦，哈，意思就是讲你会使黑白去食，你会使凊彩食，就是食的钱食你拢会当去用。有一天我就看到，有一届我就看到讲。一个爸爸，因为伊看到这个是这个食较饱的，所以伊就带伊囡仔到迄个所在，就为汤内面一直互食的物件，互因要食的物件，甚至拢只有留汤伫迄个内面，所以因家要食的物件拢家己摕走去，无留互后壁的人。因家己所摕的物件拢堆甲满满，所以伊的囡仔直到学习到即个物件了后。包括因要去买冰的，因去摕冰的时，要食冰淇淋的时，因也是顾着家己要食的物件，无去顾着后壁的人。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家庭的教育其实就是咱社会教育。所以，家庭是上帝的心意的开始。所以，咱就注重家庭是上帝的心意，是起头的时，上帝就注意到讲，家庭是得到祝福的开始。所以，望上帝帮助咱，毋是干那注意到婚姻，咱就爱去注意到咱的囝儿逝世，要怎样来去知影讲要怎样来去建立咱即个真好的即个家庭。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通知影讲伫家庭的内面，嘛是一款的教育，互咱会当伫家庭的内面知影互相要安怎来相体谅，互相来相帮助。虽然毋是讲。基督教的家庭，也是讲基督徒的家庭就无有问题。咱是有问题的人，所以咱的家庭也是有缘共款，是拢有问题的。总是基督教的家庭，咱信仰的家庭，的确毋是甲别人共款的。咱伫信仰的家庭的内面，咱就知影讲，咱的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愿意去改变，来去听咱厝内的人，咱愿意去解决即个问题，毋是甲即个问题。一直甲藏伫迄个所在，所以解决问题，这是上帝互咱的一个智慧，由上帝帮助咱，互咱通知婚姻家庭的即个重要，甲咱家庭的内面种种的问题，咱欠菜会当去埋怨上帝讲为虾米咱会发生即个代志，也是讲去埋怨厝内面的人，总是咱有缘会当来用时间来祈祷，向上帝来祈祷，求上帝来帮助，互咱会当有智慧来处理家庭的内面的代志。所以，面对家庭婚姻内面的种种的问题，你会再用你的时间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即个救助，伫遐来骂厝内的人，总是你也会使用即个时间来为因来祈祷。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着知厝内爱有上帝住伫咱的内面，互听住伫咱的内面，所以祝福会当临到伫咱的内面。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伫圣经的内面，就安尼甲咱教示讲，上帝伫伊的羊羹的内面，伊内面有真好真水的所在，羊仔拢伫遐来食草，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厝内的人拢欢喜转来到厝里，来望会当转来到厝里，甲咱厝内的人来相结来结连。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用听伫咱的厝内，互祝福会当临到伫咱的厝内。总是咱今仔日咧讲台的题目内面，就讲到基督是咱厝内的主，上帝是咱的家庭的主。总是咱是毋是伫家庭的内面，真正互耶稣基督来做主，真正互上帝来做主。有当时咱家己想要来做主，有当时咱家己想要来做遮个代志，敢若像咧咱厝内的人，就拢爱听我的，毋是咱就拢爱来听上帝的。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学习谦卑，来伫上帝面头前，互耶稣基督真正做主伫咱的家庭的内面。毋是咱家己做主，毋是咱家己做王，毋是咱家己来固守上帝的产业，是上帝来固守咱的产业。上帝帮助咱，互咱的全家会当来伫上帝面头前，会当上帝来帮助咱，透过咱的家庭会当来荣光咱的上帝。我记得我有伫台北的时，住伫台北的时，捌有一摆因为住伫即个二楼的所在，所以伫公务的所在因为迄个。阮租的即个厝内无即个窗帘啦，无即个窗帘伫遐，所以迄阵我就想讲咱为着省钱，所以咱毋免来去做即个窗帘所以我迄阵就甲牧师娘讲，
咱毋免来做窗帘啦，因为这做窗帘爱足贵的，所以咱毋免着开即个钱来去做即个代志。所以我家己来做主张，我家己来做即个想法，讲毋免着做即个代志，因为我感觉袂有人会当来到咱的厝里，总是真无拄好。捌有一摆即个公务内面因为有人来修理即个水管、电管的时，真正有即个工作的人入到即个阮的即个店的内面，即个二楼的即个空间的内面，所以牧师娘就讲，哪有外口的人突然间入到咱的厝内，我就讲哇，安尼是袂使的代志，所以后来我就听牧师娘的话，阮来去做一个即个窗帘即个厝内会当来无地到有即个外人会当来看入到厝内的内面，所以有当时咱家己做主，欠在咱家己认为咱真巧，总是上帝。互咱学知讲，毋是咱家己做主，毋是咱家己真巧，是上帝来做主，才是真诶。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伫厝内内面，欠在有人讲，也是查甫人来做主，也是讲有诶真正譬如讲咱即马较现代诶社会，有真侪查某人因嘛是来做主，总是拢毋是啥物人来做主，愿耶稣基督伫咱诶厝内来做主，咱诶厝内才会当得到真正诶平安甲安全。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从教会早来到厝内。虽然讲咱即个所在，咱即马即个情形无法度咱正常来聚会，总是咱会当从教会早倒来伫咱的厝里。但是要从教会来早倒来伫咱的厝里，当然上重要就是会当将上帝话藏伫咱的厝内。所以毋望上帝帮助咱，上帝帮助咱，互咱伫教会内面所学习的，会当实际用伫厝内。会当伫厝内内面的时，会当来帮助真侪咱的厝内的人，互因也会当来听见。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会当伫咱的厝内会当来演说遮的事奉，演说遮的事工，演说遮的即个读圣经、祈祷，会当伫咱的厝内，互家庭的教育也会当成做一个宗教的教育。所以顶摆有一个姊妹，伊就安尼讲，伊讲伊厝内一个真好的活动，就是大家会当三甲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这是因即摆的家庭活动。所以希望上帝帮助咱，会当将教会早倒来到厝内，毋是干那伫教会内面是一个模样，咱倒来到厝内又阁是另外一个样。所以上帝帮助咱，将咱藏伫厝内，即个藏真久无摕出来看圣经。咱会当摕出来，会当甲咱的厝内的人来做伙三甲来分享。总是分享无一定就爱真多，也是讲爱真深。有当时咱就用真平顺的即个话语，咱甲咱的家庭来分享。所以社会发生这物代志，因为圣经是2、3千年前所写的这个话，总是因为人性是共款的，所以咱对圣经的内面嘛会当读出，伫古早的时代甲即卖时代人的即个个性，人的即个性格，人的所有的一切，拢是共款的。所以毋是因为这是2、3千年前的册，所以咱就无法度来甲咱的兄弟姊妹，无法度甲咱的厝内的人来分享。上帝的话，毋管是伫古早到伫即卖，拢是会当来三甲分享的。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会当将教会走来到咱家己的厝里。所以咱若望讲咱的囝儿饲世会当来真好来发展，会当因真好来行头前的路，咱会当时常来为替咱厝内的这囡仔，替咱厝内的囝儿饲世为因来祝福。伊真侪老爸老母会安尼讲囡仔若大汉的时去读大学，也是出国去的时，也是出去工作的时，因就无法度来管着因的囡仔。所以有当时会为着因的囝儿来操心，总是上帝帮助咱，毋免着为着咱的囝儿饲世来烦恼操烦这个心。咱时常着为着咱的囝儿饲世，为着因逐工来祈祷。我伫家己牧会的时，有一个老阿嬷，伊就安尼讲，伊虽然伊有帕金森症，总是伊坐伫厝内的时，伊时常着为伊的囝儿孙来祈祷。伊讲有一工，伊的孙仔要去考即个驾照的时，伊就甲伊阿嬷讲阿嬷，毋望你今仔替我来祈祷，互我今仔的考试会当来经过。所以即个阿嬷就照即个伊的孙仔所讲的，伊就为伊的孙仔来祈祷。伫伊的孙仔要考即个驾照的时，伊就伫迄个时间替伊来祈祷。所以当即个孙仔伊考到即个驾照的时，伊就真欢喜，倒来
摕伊的驾照转来，互即个阿嬷来看，讲阿嬷，我有考到即个驾照，感谢你为我来祈祷。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有当时啊无法度为着咱的囝儿逝世来操心真多，总是咱会当做的，就是为因来祈祷，望上帝帮助咱，互咱时常会当替咱的囝儿逝世来祝福，为咱的囝儿逝世祝福因，互因工作顺利，互因学习拢会当真热心，互因会当来领受即个真好的教育。也相信因有真好的朋友来帮助因，互因伫每一个角落拢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对今仔日的圣经，咱来学习规个信心的功课。头一项，咱着为即个今仔日的圣经伫约书亚记的24章的内面，即个约书亚所讲的即句话讲：地教我，甲我的家，阮着爱服侍耶和华。所以，若要互咱的家来服侍耶和华，头一项就是咱爱将上帝的疼充满伫咱的家内面。所以，有当时啊，咱讲吹人讲疼真简单，总是咱无一定会当真正去甲即个疼来做一个实现。今仔早起我收到一个短的影片，伊内面就讲即个咱的爸爸甲囡仔的即个想法是无共款的。有一个查某囡仔，伊真想要去读即个美术系，一个复兴美工的即个学校，总是伊的妈妈认为讲，你着爱去读即个师大的即个师大附中，安尼你才会当有真好的前途。所以有当时啊，爸爸妈妈甲囡仔的想法是无共款的，总是上帝帮助咱。即个短影片，互我来看见讲，当然有因为经过着即个因的沟通了后。因去听到对方的话，听到对方的声音的时，因无搁勉强对方来照家己的意思。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就爱来学习，互上帝的疼充满伫家庭的内面。毋是咱家己做主，毋是咱家己来做王，是咱着听别人来讲话，咱着听咱厝内的人，听囡仔讲的话，听爸爸妈妈讲的话。所以，咱着对遮来看伊讲，圣经的内面安尼甲咱教示。伫彼得前书4章第8节讲安尼讲，伊讲上要紧的，就是爱彼此来相疼，因为疼会当惹堪真侪的罪。所以伫厝内欠菜，咱讲厝内是咱国语来讲是叫做避风港，因为真侪人讲咱厝内就是即个避风港，总是有当时啊受到伤害上侪嘛是伫厝内。所以上帝帮助咱着彼此来相疼，是即个真实的，即个所在讲来彼此真实来相疼。因为疼会当掠砍真侪的罪，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帮助咱。有当时啊，咱要望咱的囝儿逝世，会当来为咱的身躯顶来学习着真实，咱就安尼来真实来对待咱的囡仔，互因着知要怎样真实来对待人。所以疼是为包容开始的，靠着上帝，咱会当来学习忍耐，凡事着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着爱有望。凡事着爱有忍耐，这是伫圣经内面，互咱来教示。所以上帝帮助咱，当咱无法度去听的时，求上帝互咱有大大的听，为上帝遐得到大大的听，互咱会当来去听咱厝内的人。第二项，咱着为圣经的内面，互上帝话充满伫咱的全家。美国一个总统叫做林肯，伊安尼来讲，伊讲着即句话，伊讲无有圣经，咱就袂当来分辨即个是甲非。所以，咱就相信圣经是上帝所赏赐人上好的礼物。所以，望上帝帮助咱，咱毋通将圣经当作是一个真古早古板的物件，互圣经上帝话的话会当伫咱的厝内会当互相来分享。头拄仔牧师有讲着讲，咱伫厝内的内面分享上帝话，毋是讲咱着爱教示咱的囡仔讲，敢若像一个命令式的。其实，咱着爱会当伫圣经的话内面。互伊着知影讲我会当照着上帝的话来行的时，是得到祝福的。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伫读圣经的时，咱会当来增长咱的智慧，也会当来更新咱即个得到福气的即个方式。因为上帝透过伊的话，就对咱来讲，伊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入捌至圣的就是参名。所以有当时啊，咱毋知影要怎样做的时，咱着求上帝话入到咱的内面。所以，伫我少年的时，入到教会的时，我的辅导就安尼讲：如果你若要祈祷，你就爱来读即个诗篇；如果你若无智慧，你若知影讲你需要智慧的时，你就爱读箴言。
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透过箴言，会当透过诗篇，互咱会晓学习祈祷，也会晓学习要怎样来面对咱人生所有的代志。所以上帝帮助咱，求上帝互咱有智慧的心，会当知影伊的话内面所启示的。所以伫即个路加福音24章40-50个所在，伊遐就安尼写讲耶稣开因的心窍，互因会通来知影明白圣经。所以上帝帮助咱也时常会当为咱的厝内的人，为咱的兄弟姊妹，为咱的即个囡仔，为因来祈祷，互上帝话会当拍开因的心，互因的心窍会当拍开，直到因会当来明白，会当来知影上帝的话。所以有当时啊，上帝话袂到因的心，并毋是因无爱读，是因为读无。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有智慧，知影要怎样为咱的囡仔，为着咱的厝内的人来祈祷，互因拍开因的心窍，互因会当来读上帝的话。相似第三项，咱就安尼来看讲，咱就爱用祈祷祝福来充满伫咱的厝内。所以伫即个内面，咱就看见讲即个路汀马丁安尼讲祈祷。互上帝来烦恼就好，毋免咱来烦恼。所以当咱祈祷的时，咱就是将咱烦恼的代志交托互上帝。所以上帝帮助咱，互咱着知，咱虽然有真侪烦恼的事，总是互上帝来掌权，互上帝来看顾，互上帝来处理咱所有的代志。当咱祈祷的时，咱就是将咱所烦恼、所担心的代志交托互主。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会通知影。将咱的心内心思意念交托给上帝。甲大家来分享一个即个电影，这是美国因翕的一个电影。这个电影的名叫做《战争的厝》。这个战争的厝是啥物？并毋是这个厝真正发生战争，是因为这个厝内有这个主人伫遐，主人家伫遐来祈祷，所以这个妈妈伫遐内面祈祷的时，就保守着伊的家。欠债有当时啊，查甫人就出去外口征战；有当时啊，伊就爱去趁钱；有当时啊，爱去做真侪事。咱的囡仔欠债会出去外口读书，也是讲去外口有工作。总是咱伫厝内的时，咱就为着咱的厝内、咱的丈夫、咱的囡仔来为因来征战。所以，这个征战的厝，这个影片内面就是讲到这个故事。当你若为着你的厝来征战的时，虽然有当时啊，你的丈夫伫外口欠债会碰到一寡试探、一寡试炼，总是上帝帮助因，互因会当来平安来经过。咱的囡仔虽然伫外口欠债碰到危险，也是碰到一寡无法度去解决的问题，当咱为因来祈祷的时，上帝就差派天使来保守咱的家庭，保守咱的囡仔，保守咱的丈夫。所以，望上帝帮助咱。将咱的家庭来当做一个战争的一个所在，咱持守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早前伫我甲阮的卫理公会的牧师去韩国的时，阮就听到有一个真水的故事。有真侪人真欣赏讲韩国人因拢早起5点就起来祈祷。其实这是因的一个因的一个例生活的例，因也是因文化的例，就是因以早的时。遮个富人人会伫早起5点的时，因就爱起来烧香来伫助念伫因的外口的所在，望着天来为因的囡仔、为因的家庭、为伊的丈夫来祈祷。所以照着安尼，所以伫圣经的内面假是讲点着爱来注心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所以因着安尼，韩国人因就开始伫教会内面。来推动这个早起时5点的这个祈祷会，所以因将因的文化融合伫这个教会内面的这个祈祷的生活。所以因伫早起的时间，因原底就爱为着因的丈夫，为着因的囡仔来烧香，来望着天来祈祷。总是因伫教会内面，因就改变这个方式，用祈祷咱的上帝，将咱的家内，将咱厝内面所有的这个人，咱会当走到上帝面头前。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祈祷是有真大影响力的。所以，咱若望会当为咱的婚姻、为咱的家庭来持守来祈祷，就逐工爱来使用伊。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会当甲咱厝内的人，会当相甲有做伙祈祷的时间，祈祷会当得到祝福。所以，有当时欠债有人讲祈祷伊即个名伊较无爱，所以咱就会当用祝福
讲我来为你来祝福，我逐工为你来祝福祈祷，互你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福气。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因为咱的祝福，咱厝内所有的人会当得到大福气。所以，咱就是在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的内面，约书亚伊就安尼讲：地教我，甲我的家，阮就爱来服侍耶和华。全家会当来信主，这是真正有福气的代志。所以，望上帝帮助咱，互咱用即个目标来跑走。咱的囡仔、咱的丈夫、咱的厝内、咱的太太，检查也未信主，总是咱就为因持守来祈祷。有一天，因就会真正来，因为安尼来得到福气，真正安尼来得到祝福。望上帝帮助咱，所以望伫5月即个时间，咱会当诚做一个家庭的即个月，互咱会当来注意到咱的家庭要怎样来经营，咱的家庭要怎样来帮衬，要怎样将婚姻来经营好。透过祈祷，互咱会当来持守为咱的家庭来征战。望上帝帮助咱，上帝保守咱，互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家庭拢会当得到上帝大大的恩惠。咱三甲来祈祷。亲爱天父上帝，阮为着阮每一个人的家庭来祈祷。上帝，你要互家庭来永壮，这是你的心意，因为你要透过家庭来祝福伫阮。所以，望上帝帮助阮，互阮兄弟姊妹时常会当为阮的家庭来征战，毋管为阮的囝儿、为阮的丈夫、为阮的太太，拢会当安尼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会当将疼早入来到家庭的内面，互厝内诚做一个有疼的所在。也愿你的话来诚做厝内真侪真好的即个帮衬，互你的话诚做厝内真趣味的一个活动。互真侪人，互真侪咱厝内咱的囝儿媳妇，咱的兄弟姊妹，咱厝内所有的人，会当因为读上帝话来感觉真欢喜。望上帝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持守上帝的话，互上帝听入到阮的家内，也会当时常为阮的厝人来祈祷。上帝互阮有这个信心，会当持守安尼来跑走。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今仔日的礼拜到这，谢谢。